这个国民党的基层声音是真大，希望杀高雄市长韩国瑜出来选总统。记者甲台北市长郭文泰问讲，到时阵双方敢会伫个2020年的总统大选来大对决咧？来听郭文泰安怎回应。是这样的哦，参选是人民的权利嘛，选举也是人民的权利，所以常常就是市场决定一切嘛。那所以如果他是声量最大，大家拱他，那没办法，就市场的环境就是这样。那你觉得可敬的对手吗？至少我觉得他还算蛮厉害的，至少你问的话，我是没什么意见的。那你觉得总统蔡英文现在最害怕的男人是韩国瑜还是赖清德？还是就是你？还是你？哪一台的？之前有风声讲郭文泰2月28要再一次来挑战到一日双城，要骑铁马冲到高雄，甲韩国瑜来会面。也毋过郭文泰来回讲，要见这个韩国瑜，坐高铁都会使，唔免骑铁马遮尔费气。这北高两位市长安怎来互动，是外界真注目的焦点。